由台南市经发局主办的第一届2023台南车展，24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盛大开幕仪式，邀请市长杨伟霆、台湾汽机车研发策略联盟营务理事长黄文宪、台湾理轮补品农业促进协会理事长何春达等贵宾一同精彩，为展览揭开序幕。请用剪，恭喜我们2023年台南车展正式开展。包括名车，包括新车，包括重机，包括二轮，还有包括我们台南许多隐形冠军的汽车部品业，通通来参展。所以欢迎大家在24号到27号，总共4天的时间来到台南，交通很方便，就在高铁台南站的旁边。这次展览总共规划新车大展、重机以及机车展、汽机车零配件展这3大主题。除了展出各大品牌新车以外，还有汽机车零配件、零星部品总共422单。展出内容以及规模拢具有国际水准，而且每天拢有小果、社团表演以及有奖竞答、摸彩等活动。主办单位台南市政府欢迎大家踊跃来现场免费换证看展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